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重大消息。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金溥聪，日前针对着政党轮替大联名等等的议题，甲因家己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罗志强咧拍不无。经立委区议认为，金溥聪会甲罗志强来开炮，可能是为着伊的爱将台北市议员蒋派君。进前，蒋派君甲罗志强初选选书，区议认为金溥聪是要甲罗志强创调，互蒋派君去选立委。也毋过区议讲法是互蒋派君气呱呱，发文来痛骂讲，这袂通啦，乌白讲。看不起一些这个自己在已经最安全的地区的时候，还在搞这种把戏的时候，真的不要把我。哎，算了，不讲了。话讲一半年，就气甲接袂落。侯友宜竞办的执行长金溥聪伫台面上直接甲共党的立委参选人罗志强呛，也搁背后煞爆发着阴谋论。前立委区议伫咧面册顶悬发文章，讲金溥聪会参罗志强袂得过，甚至伫咧上节目的时阵，甲点名，真有可能就是想要找借口撤销罗志强大安区立委的提名，互家己人台北市议员蒋派君上位。老板娘好，六辛苦了，谢谢，谢谢。老板娘早安，你好，母亲节快乐。过去蒋派君选议员，金溥聪就捌几摆陪伊拜票。伫咧大安区立委初选的期间，嘛传出是金溥聪伫背后甲斗骹手。虽然罗志强、蒋派君伫初选的时阵是冤几摆，也过面对区议的压力，互蒋派君气甲伫面册顶悬发文章，表示国民党的选情毋是小说啦，乌白乱讲，就是乌白乱讲，背回家己人上位的讲法。因为金溥聪是后办的执行长，也过立委提名或者是撤销提名是当主席的权责。美区议调工放风声，根本是张飞拍角飞，完全与事实不符。针对有心人是恶意的放话及扭曲，我们完全觉得不以为然。针对这件代志，后办嘛是对咧骂，批评这摆上届无需要的，就是无根据事实的发言。毕竟大选剩无几个月，大家必须爱团结一条心。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